大家好，我係紫微斗數師預言。不知不覺咧，馬年生肖運程已經嚟到咗咧第9個生肖啦。屬狗嘅你啊，終於輪到你哋啦。嗱，首先咧，恭喜屬狗嘅你哋啦，喺馬年事業上面咧，容易係有突破嘅噃，地位咧會得到上升，工作環境咧亦都容易咧得到咧呢一個嘅改善嘅噃。嗱，如果今年咧你打算搬屋啦，或者係改善家居嘅環境咧，亦都係一個幾適合嘅年份嚟噶。另外咧，今年咧你得到呢一個嘅華蓋星啊，喺宗教啦或者係藝術方面咧就特別有利嘅喎，可以係尋求一門信仰啦，亦都或者係咧多啲到你所信奉嘅宗教嘅場所，亦都或者係咧進行藝術嘅創作，多啲咧到藝術相關嘅場地咧走下等等嘅。但係咧華蓋星咧亦都包含有孤高嘅意思喎，今年嘅你咧亦都容易咧同人保持距離嘅噃。其實咧，你今年咧同人保持距離都有好處嘅，皆因咧你今年嘅凶星咧都係同小人啦、是非相關嘅，要提防咧口舌之災，亦都要小心咧文書出錯。嗱，切記下，要謹慎交友啊！記得亦都要咧保持咧呢一個嘅心平氣和啊，自然就能夠咧避開突發嘅衝突噶啦。我係紫微斗數師預言，歡迎訂閱預言說命運，下次再傾啦，拜拜。